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1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伫当第三波寒流今仔到位，因为水汽饱甜，今仔透早南投合欢山又搁开始落雪。英国南非传出变种病毒，即马日本嘛传出有4个巴西游客验出为着新的变种病毒。民众发现官方的数字显示讲，目前并无美国猪肉进口，也毋过边境查验的资料却显示讲，今年已经进口108吨了。先开始来看，最近的寒流是一波接一波，佮加上水汽饱甜，今仔透早南投合欢山又搁开始落雪，雪佮未少有5、6公分悬。虽然今仔开始上班咯，也毋过嘛是有真侪民众上山去看雪。公路总局嘛出动吐雪机械，也毋过台北线上山的路段，车辆是必须爱装雪链才会当上山，民众就爱特别注意。合欢山的尾影变做是白色的世界。树仔顶涂骹拢总是厚厚的雪，民众算雪算甲真欢喜，讲上山实在真有价值。我早暝就起来呀，我看今日落雪。安尼吼，你为倒来呢？高雄，很开心，很开心。很高兴。我们要不要堆雪人？尾影小小的停车场，客真侪来看雪的民众，低温是创下新纪录。袂少民众讲，就算今仔日是上班日，嘛要来看雪。毋过有人赶要上山，煞袂记得甲车挂雪链，吊伫咧结冰的车路，袂当叮当。有水用吗？没有啊，就只有这个。欢乐阁有车掉伫咧淡角骨的车路，公路总局赶紧出动吐雪车，确保行车安全。寒流接续来到，这波搁带真饱的水汽，合欢山11半暝啊开始落雪，一直到透早已经积超过5公分，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上雪楼嘛，予雪砍掉咧。而且侪侪路段有管制交通，车辆啊得加挂雪链才会当上山。大概5公分左右了。刚刚看那个合欢山的雪厚尺有没有？有5公分的。那么多？对。啊，你看今天来这边等雪的多不多？今天不多，今天是上班天。虽然第14架线车站实施夜间有影封闭，拜一个是上班日，也是吸引侪民众上山浴雪。公路总局表示，包括台北线、台武岭到朱文路段，甲第14架线延峰到台武岭，因为路面结冰，限加挂雪链通行。警方也表示，会看天气调整管制路段，请上山的民众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日当的第三波寒流今仔到位，气象局预报，明仔载暗时到13后日透早温度上低，西半部、东北部大约拢只有6度到9度。这波的寒流高山敢会落雪，气象局是表示水汽会豆豆减少哦，所以只有2500公尺以上的山区有机会落雪。宜兰太平山翠峰湖是科维亚拢予雪砍掉咧，看起来若像国外共款，吸引真侪热雪民众来遮。啊，毋过太平山官方网站公告，因为考虑到低温的关系，可能会降到0度以下，车路有结冰积雪状况。11、12中昼12点了后，已经先会管制游客入园。气象局预测，这波寒流低温的状况，都在暗时开始，气温上悬会伫12暗时到13透早上明显。都预计在周2到周3清晨是最为明显的，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加成作用之下，预计在西半部以及东北部的低温还会进一步下探到6到9度左右。气象局预测，这波寒流甲顶一波寒流比起来，水汽较少，前期较湿，后期转做大冷，所以关山落雪机会较低，海拔2500公尺到3000公尺的关山较有落雪机会。预估可能下雪的地方，可能是在这个中部五岭合欢山，海拔大概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才有机会降雪啊。气象局预测，拜3日时就会回温，台湾各地拢会看到日头。拜4、拜5气温可能有20度，南部地区会有25度。另外一波冷空气路南，预计拜6报道，应该会伫咧礼拜到拜1来影响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今仔公布，国内新增加6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分别是为埃及、菲律宾、印尼和美国入境，其中3个埃及人是同一家伙仔烧的。再来看，对今仔开始要去小琉球、澎湖、高南市等离岛，拢爱来检查身份证件。要坐船的时阵，海巡人员就要求爱看身份证，要来避免有其他检疫者爬走。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在1号开始要坐船前往小琉球，拢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予海巡人员查验。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哦。实施第1天，民众坐船前才知影，爱对随身的行李并出证件。海巡人员阁透过警用的手机查验每一位民众的身份，过滤是毋是居家检疫者，民众拢愿意配合。较无问题啊，嘿啦。
安了对啊，本来就要检查证件啊。就大飞机跟大飞机怎么就是落实实名制这种的哈？对啊，才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无早身份证嘛当用驾照、健保卡代替，但是坐船无带证件，换岛期间暂时用报身份证号。给我一下你的身份证。只是买票的时阵已经登记身份证，坐船口搁要查一遍。最近离岛旅游的人变多，恐惊会造成延误。有民众质疑海巡署为什么袂当做伙查？售票口的部分呢，是针对登船的实名制跟旅客保险的部分去做身份证的登书。那我们海巡署这边使用警用手机，是针对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者的查验，所以两个系统是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的。海巡人员嘛解释，东流线有3间业者营运，而且卖票的所在分开，海巡人力有限，统一伫坐船口查验，请民众体谅。除了小琉球、澎湖和南屿嘛开始实施离岛身份查验，防止疫情的扩散。记者李小明交关屏东报道。西班牙最近拄到半世纪以来上强的大风大雪，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官方嘛出动阿兵哥伫机场吐雪，希望唔通去影响到疫苗的运送。暴风雪造成真侪所在交通中断，疫苗医护人员各有食物拢爱用直升机来送。驻马德里来紧急医疗服务团队是这个大雪当中头一个以直升机加空中的路线去执勤的队伍。西班牙目前互风暴菲洛海纳侵袭，伫空中来看马德里甲西科维亚地区，顶礼拜5、拜62天的积雪是超过50公分，创历史新纪录。礼拜车路、铁路甲空中运输拢受到阻碍，因为11会有疫苗到货，为了保持配送顺利，官员是提早部署，军方出动人员一直甲天基北顶悬的积雪摒掉。Ambos ministerios mantenemos un contacto permanente, dinámico, con el que ajustamos y ajustaremos el dispositivo previsto a la operatividad del aeropuerto de Madrid-Barajas, así como a la situación de las carreteras en la Comunidad de Madrid y provincias limítrofes. 除了陆地运输，官方嘛派直升机来接应，送疫苗设施顶去雨雪风掉的地区。伫马德里西北方20公里的一间超市，花价顶悬已经无物件。气象局警员嘛警告，后礼拜气温可能会降到摄氏-10度，因为落雪有的人互吊车，超过1500个人互救出来，毋过也是有食饱的车主，干会当甲车放伫路边，性命较要紧。官员表示，按算要出国的车应该延后计划，若是一定爱出门的，车链啊一定爱当雪链。公司新闻吴美玲编译。来看台中市信动阁救护中医诊所，因为药材内底有盐，造成病人中毒。消基会今仔早起帮30多位受害人向台中地方法院提起团起诉讼哦，要求诊所必须要赔偿12亿7400多万块的损失。消基会律师团徛几排，即个伊要替台中成长中医诊所、救护中医诊所自费药啊严重度的受害者进行团体诉讼，而且照消保法提出总金额要到12亿7400多万的损害赔偿。求付部分是6亿9000多万，那我们的盛唐被告部分呢，他要求偿，我们要求偿的是5亿7000万。消费者团体诉讼，我们只要依照消保法规定。只要缴6600块的诉讼，假执行、假扣押他们的财产，使得我们的诉讼将来比较有求偿的实益。目前委托消基会进行诉讼的受害者有30个，透过团体诉讼会当减轻被害者的负担。诉讼案的负责律师指出，2个中医师卢世民、洪江宏，还有中药材药商敖国牛，明知影讲自细烟弹袂当做中药食的药材，也是违法掺入去。受害者烟中毒，后半世人都要面对身心的折磨。违法的事实是真确定，有信心会当替受害者来争取因应该爱有的权益。损害赔偿额的计算，那么包含医疗费用、工作损失，还有精神上慰抚金5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前台中市国民党主委陈明进的太太嘛是受害者之一，伊表示，消基会团体诉讼启动较早，刑事的团体诉讼目前也搁伫咧侦核当中。提告伤害大概有20几位了，本来只有8位，因为我们都对法律没有常识，不晓得说伤害就告诉乃论，我就告你伤害嘛，那就看一切就是让走法律程序来走。11早起，消基会律师向台中地院地政提出团体诉讼，这嘛是消基会头一件针对中医诊所中药损害赔偿事件所进行的团体诉讼。消基会坦白讲有一定的困难度，其他的受害者若是有具体事情，以后拢也可会当加入。记者综合报道。
咱再来看一间货运行，大型货运的员工早起有员工去集团的门口订情哦，讲因的本薪只有3200块，有的司机一工爱驶18点钟的车，有同事哦捌去向劳动局检举，也毋过后来互查出来，佮互记过，也毋过公司是回应讲哦，驾驶的工作时间并无违反劳基法。提出行车记录卡。大型货运的员工控诉讲，有司机竟然一工做工课18点钟，严重超时。工会指出，大型货运10年来拢无调过薪水，司机的本俸敢若有3200，是业界上介低。虽然加上伙食的津贴，还佫有全勤的奖金，等等各种的奖金，月计嘛敢若有4万到5万。加班费计算是以本俸为基准。工会过去11届甲公司协商，要求爱调悬本俸，不过拢无得到正面的回应。我们的工资工时不断的被压榨，找得出记录的这一个18小时，可能还不是最长的。一个开着车的人开了18小时，你要他会不睡觉、不睡着吗？在路上用路的人的安全怎么办？不满公司无回应，物流的司机做伙去总公司嘉里大型物流，话讲要冲起嚟交订正书。经过协商，总公司派代表接受订正书。不过针对工会指控，有员工做夜空者，检举工时超时，煞去用记告。嘉里大型回应讲，去用记告的员工是因为顿卡做假，才去用处分。会被记大过，是因为违反了工作规则代打卡，跟这件事情是没有相关的。不是所谓公司在什么打压吹哨者，跟薪资有关的，我会把它带回去给各总经理们去讨论。针对员工的定情，嘉里大型强调讲，这个诉求因会登去各公司做检讨。不过工会表示，物流薪水低是常态，会向劳动部提出检举，要求劳动部对全台湾物流业的工时展开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间娃娃文创公司传出真侪消费者甲因订喙暗，却拢无摕到货。之前就有时代力量委员出面呼吁检调爱调查，即马又搁传出讲有离职的员工指控公司摕一寡品质较歹的喙暗，改做医疗级的，要卖互消费者。有民进党的立委嘛开记者会，要求涉事应该爱查获清楚。甲规身躯包条条，无愿意互看出身份特征。娃娃文创前员工伫咧立法议员的陪伴之下召开记者会，指控公司除了无出货，发生消费者的争议以外，甚至搁伫咧新竹设喙暗的生产线。去年7、8月份开始买机器来制作别一个亲肤喙暗，而且去入去合格医疗级喙暗的特位科技的抓壳甲外箱当中出货予消费者，就连员工嘛做伙欺骗。在还没有这些证号时，娃娃自己工厂做出来的非法口罩就越来越多。口罩制造日期是张老板请印刷厂印制贴纸，叫我们贴在特威的盒子上。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提出表消息的人士所提供的效谱指出，娃娃文创凊彩一本定金的金额拢真亿，初步估计全台湾的订单金额超3、4亿。甲消费者所做的退钱协议嘛已经延4届，指控这是一场无本生理的骗钱诈骗案。毋过娃娃文创公司副总牛宏杰回应讲，虽然的品质是个案，认为讲对相关不实的指控绝对会提告。当然是不实的，我们总共也没有收到这个3、4亿元了，是不是他要补给我们？我们没有收到，他要补给我们了。他举出证据来这个因为这个很严重了，这个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是诈欺的行为啊。无合格喙暗可能会正做防疫的空棒，是由数买开始调查，要查清楚相关的讲法。如果他又涉嫌又冒用其他厂商的那个许可证字号的话，那可能又牵涉到那个药事法第86条的一个相关规定哈。消诉表示，娃娃文创查验登记申请总共有4案，3案是委托其他厂来制作，1案是家己的新竹工厂，目前已经安排查验工厂的作业。毋过娃娃文创嘛表示，最近几个月有出一批16000外箱的医疗级喙暗由乌鸟来送货，毋过有部分无改到品行的名，实际上出的是亲肤的喙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开始，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会使进口台湾。虽然官方是表示目前阁无业者进口，也毋过有民众指出，虽然官方的数字是0，也毋过是属边境查验的资料，所显示讲已经有5批超过108吨的美国猪肉进口台湾咯。是属伫早起嘛开记者会解释讲。进口的美国猪肉目前是拢无莱克多巴胺，是因为卫生福利部官方的网站进口的数字无更新，才会造成误会。
9月福部的网站拍开来查台湾猪肉甲进口猪肉的单日统计，也就是进前讲的猪肉仪表板。今年到1月7日为止，进口猪肉总共有70.5数吨，进口国家的名单无美国，当然嘛无内地进口。啊，毋过有民众发现讲，伫石油署边境查验自动化管理系统，1月7日已经有5批美国猪肉进口的资料，总量超过108吨。啊，毋过却无显示伫咧猪肉仪表板，那像有内地偷渡进口。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我并没有接到它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资讯。针对这个代志，石油署出面驳回，目前进口的猪肉拢是无莱克多巴胺的，包括美国猪肉嘛是同款。因为边境查验自动化系统的数据是对石油署的查验结案统计来的，啊，若是猪肉仪表板是根据关务署海关放行结案的统计，所以两个才会出现时间差。那我们现在在积极在更改这些程式跟系统，那要配合仪表板的资料，每天在11点公开这些资讯，那我们会尽速赶快把资讯做了同步。石油署强调讲，为着避免民众误解，会拍拼来协调，甲两边的资讯系统一体化。若是边境查验有数据，猪肉仪表板就爱对咧有，啊，毋过也是需要评估系统作业的定数，时间是还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对今仔开始，民众会使办理有正大的台湾领用的新版护照。早起由外交部长吴钊燮嘛到领务局去视察。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国甲台湾交往的限制，吴钊燮是认为，这是因为台湾有非常实在佮负责任的外交政策。这个月13，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特别来台湾访问，部长嘛讲哦，这个访问的重点是要来讨论台湾要安怎来促进国际组织的参与。新办晶片的护照11开始就会当新办，透早袂少民众就来排队，还佫有人护照还未到期，都赶紧要来办，都是因为台湾这个字有变大字的原因。我都还没有到，而且会比较容易辨识，省得麻烦而且这样对我们也比较好，通关也比较顺利。外交部长吴钊燮嘛去领务局视察，伊讲即届新版的护照，除了保留原地护照的元素以外，嘛甲台湾这字放大，互台湾的辨识度更较悬。已经有通知世界各国，新版的护照伫世界通行袂有问题。外交部要推动的，毋但是台湾伫国际的能见度，还佫有台美的关系。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台交往的限制，吴钊燮讲，这是因为台湾对外务实还佫有负责的态度。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推动了一阵子了。那我们台湾能够跟美国之间互信不断的提升，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是采取了非常务实和负责的这个对外的政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伫13日访问台湾，14日觐见蔡英文总统，而且甲吴钊燮会谈，还佫有一场伫外交学院的公开演讲。吴钊燮嘛讲出克拉夫特即届访问台湾的主题。那他来台湾的访问的主题，就是要跟我们台湾讨论如何来促进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这个参与。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有现任的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到台湾，这个是第一位。那我们也希望说，台美关系从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更加往前推进。那这个也是台美关系非常良好的一个象征。吴钊燮讲，台美关系已经进展到全球同伴的关系。不过，伫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政权交接的进程，真积极放出对台湾友善的消息。中国嘛真注意咧观察，接落来拜登政府要安怎运作，嘛牵连到美中台三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立法院今仔早起开单委会，要决定敢要开临时会，甲一寡相关的议题。民进党是希望会使伫临时会来通过中央政府预算等三大预算案哦。也毋过国民党是质疑讲增减基础建设3.0的预算，甲5G相关的计划就变242亿，实在是伤过含咯。民众党是主张港澳条例爱赶紧修法，定出旅客名卡救援香港的机制。在立法院单委会，民进党团要拼开临时会，通过三大预算审查，包括中央政府总预算、基础预算甲精简基础建设3.0。不过，精简计划当中出现真侪项以5G为名的建设甲补助，被怀疑忽然变劣。5G基础公共建设减少5G偏向数位落差，甲推广数位公益服务，总共242亿9000多万，其中155亿 NCC 补助5G电信业者预算，那会表示会全部删除。你只要建制的时间从4年变成2年或者更短，他就给你钱。
他一定评估过了嘛，一定划算嘛，一定还有钱赚嘛。啊，为什么你还要退他155亿？这155亿是我们子孙的钱，我觉得应该全部把它删除。5G 是未来世界的趋势，这个全世界都在做的事，台湾当然不能不做。国民党团是提案，针对最近内地的标种天网计划台美关系真侪议题，要求各部会首长伫临时会开会期间交立院专案报告，按过互立委批评迫害技术运作。能够邀请外交部长前来针对现在的台美关系的一个变化哈，还有包含我们对于拜登政府上台的时候的就职，还有他之后的一些政策的延续性。那如果说还要再透过临时会把他们找来报告，那不等同于是之前我们在院会期间委员会当中各个部门的首长来报告，根本就是在开玩笑，是儿戏吗？希望在这一次临时会呢，还能够尽速的重审有关这个港澳条例的部分哈，能够完成实质的撑香港的部分。面对香港情势严重，民众党团主张应该摆入港澳条例修法，将台湾援港机制更加明确化，才有实际协作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甲内政部要推杀换所谓身份证，伊毋过资讯安全的问题，各界拢有真侪疑虑。本地要伫新竹市的试办计划嘛先暂停。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今仔开记者会伊认为讲政府强制要求人民来换所谓身份证，恐惊有违反宪法。伊呼吁讲应该爱比照德国、日本等国家成立专法才来实施。内政部规划今年来全面换发所谓晶片身份证 EID， 不过治安的问题一直受到各界的质疑。顶一日新竹市试办的计划嘛暂时冻点。时代力量立委甲民间团体持续呼吁换发进程应该定专法，还有成立专职的机构，才会当真正保护民众的个资。内政部一口咬定，户籍法是合乎 EID 的这个相关的法源，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治安变成就是国安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怎么可以用多年前所订定的法律就足以来认定 EID 是适用呢？在现行数位身份证的规划中，公开区具有人脸相片，并且没有法律规范谁能读谁不能读。内政部宣称的方便，极有可能不是使用者的方便，而是个资收集者的方便。陈椒华指出，强制民众换发所谓身份证有危险的可能，相关配套的政策嘛还无照全。至于政府是安怎坚持要推行，也若行政院治安处甲内政部的官员，敢若以专案重新规划建议当中，咱治安的疑虑处理好，才会施行来回应，并无派代表参加记者会。敢若有中央印制厂出席，强调讲，晶片治安绝对是高规格。不过也是洪批评讲，行政部门唔敢出来面对问题。都是在国际上都是很高规的安全规格。来之后，会经过一个洗卡的过程，才会把个人资料写进去。好，所以说晶片来之前，请各位放心，是没有问题的。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彦表示，所谓身份证是行政院重大的政策，一定会照行政院的指示甲规划来推动，卖甲外界持续沟通，得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开煞到达已经3年外，民间的司法团体早起是指出，阁有真侪当初要求改革的事项拢无消无息。其中的刑事诉讼法鉴定修正草案嘛已经卡伫行政院当半路，拢无进展。以后要政府应该赶紧解决，唔通搁沉落。落实司改决议需要有效控管。也看板化考后，民间司改会就伫司法节这一天开记者会，对刑事诉讼法鉴定修正草案卡伫行政院已经年半，说迟迟无进展，表达不满的诉求，强调草案鉴定报告有可能致使冤案的发生。这个冤案都是鉴定制度没有完善才造成的，好，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这样子的制度去改革的话，未来势必冤案的这个发生的几率会降低极大。法务部拒绝司法改革，法务部拒绝人民的声音。我想在这件事情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我们希望法务部跟行政院赶快去通过这部法令，不要再挡这部法令了。
民团表示，刑事鉴定法修法重点有自行选任鉴定人甲鉴定人应该出庭詰问，因为依照现行制度，被告提出鉴定人要求，往往互法院或者是检察机关拒绝减弱因主张的空间。鉴定人也常常以书面代替出庭，不止违反直接加件事审理这原则，更侵害对这结问权。因为修正草案通过，才能减少甚至解决现行司法秩序冤案，让制度更加完善。法务部有委托研究，卫福部有进行相关的会议等等，但是从他的回应，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落实的决议是可以被落实。另外，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结束到即马3年外，依然有真济司改事项无落实。内审基金会讲，无论是两小无猜的去刑事处罚法，也是对无成年有新的第三方协助，拢也无落实规范，要求政府机关赶紧制定相关的修正草案，唔通故以真含的理由延后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真理大学向台文馆搁换锁头这站争议，张良伫教授今仔日下晡2点嘛伫台南市公会堂来公开说明，那么来听伊的讲法。2020年11月30号来了2位小姐，校长派我们来搬资料，要搬那个最好的、最珍贵的资料。我伫边听一个，哪安尼无中无敌。12月1号，这是第一次犯锁的时候，我事先拢唔知。张教授表示，去年11月底，校长派2位真理大学校本部的职员来麻豆校区，要来搬上珍贵的资料哦。12月初，台文馆的铁门就互人锁起来，伊强调讲，规个换锁的代志伊拢唔知影。真理大学学生会今仔日中昼嘛出面提出4大诉求来声援教授，强调讲台湾文化的资料是台湾人共同的财产哦，呼吁学校爱尊重台湾文史工作者长久以来拍拼，嘛爱校长陈其明来回释咧。再来看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哦，因为真粗鲁来对待82岁前馆长张良德，嘛引起真侪批评。诗人王丽华嘛是张教授的情某哦，就出面来为教授抱不平。伊望讲台湾社会会使来尊重对台湾文学有遮尔大贡献的人。最少目笑咧现日本时代台湾少年宫的资料，这是2015年张良德教授伫真理大学麻豆台文馆内底画面。迄当时教授座位边仔拢是册甲资料，毋过无偌久进前，学校锁连大门，拢无爱互伊入去。你是台湾第一间台湾文学系，老实讲，这是恁的强项呢。恁不但无去保护、无去推广的时阵，恁反过转来你甲打压。张教授的情某诗人王丽华就替伊抱不平，讲张良德心内一定足艰苦的，因为伊过去是迄种为着研究，连生活费拢摕去买册的人。因为迄阵啊，国家无可能互阮经费，互阮做研究嘛。有册单咧买资料的时阵吼，我煞拄着真侪外国人来含伊咧抢，就开始一直甲伊起价，起价到尾的时阵哦，我的嫁妆嘛有摕去买，包括若要互我做未来的钱。张教授对台湾文学的痴情，自伊较早伫成功大学教册，就因为提倡乡土文学，互即前的国民党政府来迫害，一直到欧名单解除，才转来台湾。后来，伫真理大学创办台湾第一个台湾文学系，做第一届系主任，成立台湾文学资料馆。后来资料馆刷去台南麻豆，伊就一直甲遮当作厝。退休后嘛共款，只是现在刷连入去拢有困难。脸书上这个贴文的文字说明，尤其是看到张良哲教授82岁的人的那几张照片，我只有一个感觉：痛心。历史的根基竟然毁于一旦，我认为这个是不智
我认为可能是真理大学的不智。作家陈鸿明、等等文学界人士拢讲做乌烟，嘛有真侪人伫真理大学的面前发声，爱校长出来回释咧，希望长期伫大文馆复出的周教授得到合理的对待。记者陈雅文、许凯、贾桂玲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政府要立法双连捷运站，当地市场自治会嘛同意讲会使设围篱，最近围篱嘛特别拆掉了，所以佫有水沟仔的工程。也毋过自治会是正质疑讲台北市政府欺骗因哦，故意无要互这个打伤转来做生意。今仔早起因是小姐到台北市政府头前抗议。小，我趁钱啊，店米都较注紧的。伫台北市政府大门口严刑当局，模拟去警察处理。双连车捷自治会爱讲去市府骗，台北市政府因为要做双连捷运的立地工程，伫摕到自治会同意暂停营业了后，伫街路围篱啊，毋过伫伫工程完工要甲围篱撤掉的时阵，自治会所发现讲向加出水沟怪工程。原本定情市府今是会当延到年后来施工，互民众会当办大做生意，煞去互拒绝。安排时间面见33，但是呢，就在1月6号要见面的时候，我们发觉他放我们鸽子了。自治会批评讲，副市长黄珊珊捌亲身来市集保证讲，会互大赶紧回归营业。毋过7个月过啊，也是无结果。过年就伫要到啊，反而讲生活有困难，所以要求将原水沟怪工程。市长处是出面解说，强调讲工程一概完成是里面的愿望，而且佫质疑自治会单名单有错误，双方是你一句我一句。自治会也好，社长处说什么也好，我想大概都会去做一个由于言语上面的一些交锋。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确实的在执行市场处要求我们的，就是实名制。如果是做前面那一段，然后再开放后面那一段，我们是觉得是绝对是 OK 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它工程是慢慢来。自治会反驳市长处的质疑，提出是名册名单，强调讲所有单拢有立管。针对这个代志，市长处是无加讲啥，表示讲会查清楚了后来向外界解说。自治会嘛交定情书，会有市长挂问题，唔通超过伊变伤大，互单无法度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水水乡的武好大地，才出产的蜜蜂红茶是真出名，也毋过因为欠水哦，旧年热人地壳拢冷去，所以水利署嘛专工去引其他的水源来遮灌溉，是新引2000吨的水哦，这嘛是总算暂时解决问题。为解决武好大地欠水灌溉问题，农田水利署水水工作站的人员派电动的管线加控水开关，去1.5公里远、海拔315公尺的山区也起做沿管工程。不过山区修管线无简单，爱注意安全以外，还要注意管线管基才能有效引水。施工上面是非常困难，因为这边走的那个山径都大概1个人宽啦，所以说我们这个管子哦，那个衔接上面都是用人工下去抬，然后再做衔接。水水武好大地是全国味香红茶甲咖啡有名的山区，不过受到地形甲气候影响，这几年欠水严重。早期省政府时代的井拢已经打起，去年味香红茶开始有打湿的现象，都要赶紧开发水源。在跨越台9线一直到大坪岭地区，未来我们也都会有一个严管以及做蓄水池的一个工程计划，能够改善当地长期缺水的一个状况。水利署强调，第一期沿管工程开500万，已经成功将水引进2000吨蓄水池。未来第2期工程会编列900万，甲农友合作设12个100吨蓄水池，希望能有效解决灌溉用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消基会今仔公布2020年的10大消费新闻，大家上关心的当然是疫情相关的新闻，还有来客多巴胺猪肉开放进口的问题。另外，珍贵 KTV 火烧，还有远东航空停飞等等的新闻，嘛拢正受到注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观光业者叫苦连天，有名餐厅倒去，相关生意受冲击，也影响民众生活。正做消基会选出的2020年10大消费新闻第1名。除了口罩之外啊，甚至在去年大概2、3月的时候啊，也发生了卫生纸之乱、酒精之乱。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产生出来社会问题，第二名是政府开放内地进口，同款引起国内关心。另外，影响力、米饼含氮金属、加起健保费、医疗材料收费限制，拢伫前5名。去年只是政策性开放进口，那就像刚刚我们检验长报告，接下来我们还会进行来猪这些相关的市面上商品的这个检验。部分业者他所用的这个原料是符合我们大人的食品，但是制成婴儿的食品那就不合格，这是在格的。另外，中药含注射、钱柜大火、远航无预警停飞废照加网络无实在广告增加，抑佫违建大楼倒去的求偿案拢在内。消基会强调，亲像新冠疫情影响加内地进口的冲击，是去年的焦点消费新闻。按过一度维持到今年，假使疫情甲内地经济继续烧，拢可能会伫2021年10大新闻之内。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环保人民等环保团体每一档拢会针对全台湾的县市饮食环境的相关政绩表现来拍分数。去年台北、台中、屏东等内的县市是表现了袂歹，但当官的分数较低哦，佫有真大改善的空间。高高一台文件显开，这拢是环保团体甲各县市往过的文书资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举办饮食环境施政的表现评量，对能源转型、甲气候变迁、公害防治、甲公共设施、国土规划、甲生态保育，还有环境管理等等的4大面向，来对各县市进行评比。永续会有一套评量指标，那另外还有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资料的收集。还有各地方呈现提出自己填写的报告。伫咧评比当中，台北、台中、屏东、新北、高雄、甲桃园是第2起优等级，六都内底敢若台南伫咧量的等级，若是无理想的等级是台东县。配合是无参加，新德市是资料无照时间摕到。台东县看起来现在比较成绩比较差那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对能源政策的看法。焚化炉最近要重启，很多的机会可以在减量分类做得很好，它就也没有积极的发展。首都的优势，它资源多，然后在废弃物的方面的话，可能也要归功于2000年左右他们实施的水害征收。离岛县市他们要把垃圾运回本岛，所以他们就很有压力去推动厨余回收。所以在厨余回收做得最好的是金门跟连江。环保团体指出，威胁加远的议题，台东县正先协力，针对这个代志，因表示尊重。空气品质的方面，各县市的立总物高度拢有改善，不过草用也是真严重，而且有部分县市伫咧都市扩张率、经地、农地变更等等的状况，拢抑阁需要加强。若是废弃物的处理点悬、农地头台、土木污染、喷的回收甲焚化炉的使用，拢抑阁有检讨改善的空间。希望这份报告会当互地方甲中央伫咧相关施政的层面有更较侪参考的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台亚以早是原住民部落普通时啊的食食，也毋过后来真侪部落嘛拢改建一档会当收2届的稻仔哦。台亚就愈来愈少人种。最近有部落的少年家开始来调查台亚的品种，要来教囡仔种台亚，希望会当把这个文化搁找回来。一群囡仔伫田林顺利，突然发出一张青吟吟的食物。不过这毋是杂草，是原住民主要的粮食台亚。把那个小米的种子放进去，然后下课的时候可以过来这边浇水，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长大。因为台亚是台湾原住民主要的粮食，对原住民来讲是真新鲜的作物。毋乃当摕来煮饭敬酒，嘛是传统祭典真重要的一项。毋过稻仔引进台湾了后，因为稻仔一年会当收2期，而且产量济，愈来愈侪原住民换种稻仔，而且现代食食选择济，台仔渐渐对原住民的饭桌顶消失，甚至连传统祭典嘛，因为台仔的产量无够，就爱用进口的。我们一直想说，小米是原住民的主食啊，可是近几年代就是饮食的改变，小米渐渐的离开了我们的那个餐桌上，但是连文化记忆上面都离开的话，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所以有部落的少年人开始调查台仔的品种，带国校的囡仔利用下课的时间，伫学校内底种台仔。
透过亲身竞争，让囡仔了解原住民的传统农业，让他们知道，其实从一小小颗，然后长成一整串，长成这样一整串，其实它就是倍增的概念。你只要辛劳，其实没有什么会让你肚子饿的地方。透过亲手种台仔的课程，唔但让囡仔了解台仔的文化，嘛要教因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行气的道理，愿意付出都唔惊会夭折。另外，也希望部落长辈种台仔的技术甲智慧，会当甲少年辈的创意结合，甲部落传统的食食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男士哦，因为离岛的关系，有的家长是真烦恼讲资源会较欠缺，所以会甲囡仔送来台湾读册。大汉的主人留伫台湾发展哦。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有一个自细汉伫台湾大汉的男士囡仔，伊大学毕业了哦，就决定要转去男士教册。伊讲哦，伊想要转去故乡来找找伊的文化认同，嘛望讲会使互男士的囡仔加一点仔文化刺激。今天礼拜3是半天，所以请你好好写，一人一张，只有一面而已哈。待会老师作业会发给你们哈，抄联络簿。上课钟声等啊，学生囡仔赶紧行入教室，准备上课。但咱所的囡仔伫读册这条路，就比别人较早面对是毋是爱离开厝内来去外地读册选择。厦门越南人，咱属在地人。伫国校的时，伊的爸爸就决定把伊送来台湾读册。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在兰屿学校班级都小班级，人数很少。可是我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到台东新的环境，人数30-40个，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当下就觉得我有点好像快格格不入的感觉，因为其实我都是新面孔，然后没有习惯的海边跟山脉。深头啊，伫台东，厦门越南们真袂适应。嘛想无爸爸是安怎一定爱伊来台湾，一直到大学读美术科，才开始透过创作找到家己的文化认同。兰屿对我来讲又近又很远，因为其实我都是在台湾念书，所以来这边就开始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可以对自己的学校母校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很积极在艺术领域相关或者其他领域相关去了解孩子们这边孩子们需要什么。这次放的是海洋，就是也是跟我们相关的哈，也是跟12月的主题有一点接近，海洋奇缘。厦门越南们伫台湾读册了后，返来南苏服务。啊，那目前读南苏高中的是丽娜恩，是要来台湾读册，不过后来决定过转去南苏。在兰屿的时候很想出来读书，但是到台东之后才觉得说，原来在外面生活那么辛苦，什么就是在外面什么都做不好，就是觉得课业也会跟不上之类的，然后就觉得说什么，那我不如回家去学我们自己的文化，反正我的文化就是再不恶补，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兰屿人了。对于学校的选择，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思考。厦门越南们讲，以做老师的立场，是真鼓励囡仔有机会就出去看世界。因为其实在6年这个国小阶段，其实有实验教育，有国小，它其实这个童年，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其实应该是够的。反而是说我们如何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师所，我们必须没有这样的环境的刺激，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身体带到台湾，然后去感应。要安怎让南苏的囡仔有多元的文化刺激？学校伫课程做调整改变，若是有机会，嘛鼓励囡仔出门体验世界。不管是毋是留伫南苏，徛伫家长和老师的立场，囡仔的需求受到还，这是上重要的代志。记者杨淑晴、曾培文台东报道。咱再来看屏东县的地州有一个台湾好基金会，有办一在地办真侪艺术文化的活动。最近基金会就找一寡在地少年人，设计出一种伫地州佚佗的行程，希望让游客来认识地州的地方特色。嘛望讲会使来帮助少年人返乡创业。跟着音乐起舞，然后至少要跳2分钟，然后让我们的神明感到满意。
庙埕内底一群游客连名仔咧表演人狮，连名仔咧解比赛。这是台湾好基金会甲在地青年伫屏东的潮州推出的2020潮旅行系列活动，其中以林小鸟抗日的历史事件做主题，串联事件的相关地点，甲日本文化园区所设计的论馆活动。希望用林少猫这个抗日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我们故事的一个主轴，除了趣味性之外，也是希望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就是认识不一样的潮州的一些地方的特色啊，或者是地方的店家。潮州镇有多元的族群，甲真丰富的历史文化，为着要保存甲推广这寡人文特色，在地青年设计出10种主题行程，包括火车站、汉药店、芳仔园、甲火龙果园等等的体验，还佫有客家人、原住民、甲越南新住民的文化主题行程。平常来潮州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感觉有很多的老房子，但是不知道要怎么认识他们，这样就是在更深入潮州啦，就不会只是来吃烧冷皮，可以更认识这个地方的人文。这个2020潮旅行的行程，一个公开注文，名额就互人抢了了。透过台湾好基金会的引带，唔但互回乡发展的在地青年做出成果，嘛成功推销地方的特色，互各地游客更加了解潮州的好。记者综合报道。地方团体为着要互长辈会使愈活愈健康，生活会使愈趣味哦，是动真侪脑筋。咱来看屏东南区的老人之家，最近就请艺术家来教这个老大人画图，希望会使利用艺术，互一寡老大人袂记起病痛，还是孤单寂寞，嘛帮因办一个成果的展览，咱嘛做伙来欣赏。画笔大诗意，白纸染色水。每一幅作品看起来五花杂色，拢有家己的风格。这是屏东南区老人之家，老大人伫老师的引导下，成做是艺术家，回想因青春少年时的过去，画出家己心内的迄片天地。这金菇啦！啊，你为啥要画金菇？啊，我个受到个画啊。你画什么？布袋戏。怎么会想要画布袋戏？这是你头想出来的。你以前有画过吗？有啊，在剧院里头有画。那这个我们结合了一个记忆的疗法，我们去选了跟长辈们他们年纪、他们生活可能接触过的物件，把它弄成图片。这款合作表达性艺术治疗的疗法，是用到人本身创造和幻想，佮有表达的能力。咨询师会使按照个案的需求，用艺术、音乐等等的媒介来做治疗。透过图像和符号，表达出受治疗的人因的心情，也加一层丰富，唔免硬拄硬，直接吸到因唔愿展现的一面。另外，考虑到老大人行动无方便，老师也改善工具，也是小改无同方式，互因创作的过程更加舒适。所以我们就在笔上面加装了厚的海绵，让他们的手部比较稳定。然后，其实有些课也不一定要用到画笔，而是我们让他用手指直接去沾颜料，去触摸画布或者是雕塑品。讲是疗程，其实也不过是一款艺术创作的过程。南区老人之家嘛办成果展，加添长辈的信心和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咱个来看，英国嘛有袂少专门帮老大人，也是需要福建的病人设计的活动哦。有一种真特别的骹球，袂使走，只会使用行来踢球哦。身躯也拢袂使有接触。5个人一队，咱嘛来看这种专门为老大人设计的骹球比赛。穿黄色衫的选手伫咧骹球场边仔豆行，准备要春轮。边仔红衫队伍的球员是用骹球场边仔甲骹举起来，准备要上场。这是为着老大人所设计的慢步骹球。伫这个比赛场顶悬，选手敢若会当用行的方式来运球，绝对袂当用走的。Walking football in Canberra has been around for 2 years now. Started off quite small with about 10 players or so, and now we're at nearly over the 200 mark. 慢步骹球是2011年对英国来的这种运动方式，专门替年岁伫咧45岁以上，也是上番福建来设计。因为规定讲袂当走，敢会当用行的，所以场地敢若一般骹球场的1/4的大小，人数嘛敢若需要1队5个人，安尼就会当进行比赛。I've been watching football with my dad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played for about 14 years. Didn't start till I was 40 years old.
I just love football. 因为规定袂当碰到身体，也是用头去弄球等等较激烈的动作，而且佫会当一直换人上场。唯一的限制就是伫咧守门区当中，敢若稳准守门员入去来保持距离甲安全。Passing to people who can't run, you can't put the ball 3 yards in front of them. It's got to be to their feet. 因为对体力的要求真高，这种慢步卡球嘛，虽引起热烈的回响，都推行以来已经伫25个国家流行，嘛，互中高龄的人，也是卡着上无法度踢球的人，会当搁一届来享受踢球的趣味。That's the great thing about football. It is a sport that we can cater for everyone. It's not just something that caters for one type of person. 啊，毋过目前算这项运动的人，查甫甲查某的人数比例也是有差。伫咧袂当接触身躯，啊，搁有免用走的体力因素提掉了后，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做伙比赛，拢袂去影响到比赛成绩。慢步卡球协会也是希望讲，会当吸引更较侪女性来耍，提倡男女共同训练，达到真正运动男女平等的效果。公视新闻电视同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3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6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外岛地区上低5度，上悬1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